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11月23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罗化市北区分署疑似因为霸凌地属基层公务人员自杀的事件，民进党立委林淑芬是批评共党的前劳动部长柯明春，想成前北分署长谢基荣，才地属这件代志发生。柯明春针对霸凌案是回失的，也发觉讲认为这件代志唔通加做政治操作的工具。 罗化市北分署江出上欺负人造成自杀案件继续一直拖。民进党立委林淑芬指控涉嫌欺负人的前分署长谢义勇，所以作风遮尔恶霸，全部是予前劳动部长柯明春这人先歹去。柯明春日深夜回击，讲这条性命消息不应该成做政治操作工具。离山参加高雄仪式活动时也表示遗憾，包括我之内的相关人士，都应该要深切的来反省，接受 人民的检讨，但不是相互的攻击跟推诿。我希望让这件事情的讨论能够回归理性。无回应这指控，柯明春急叫下室内了后，赶紧离去活动现场。真正宣布要参加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的柯明春，先是表出提拔谢义勇，一共点名是伊的靠山。 林淑芬再去也搁再来严厉批评。谢义荣还是专委的时候带出门一起吃饭、喝酒、唱歌，这是家常便饭，惯成这个样子，所以难怪谢义荣到北分署的时候上行下效。那林淑芬新北市议员李友雄也公布北分署会议的记录，讲早伫去年6月就员工反映，这首长领导风格问题。谢义勇继续回讲，首长领导风格无接受批评。 劳动部应该积极的去彻查，到底为什么有这种下情无法上达的情势？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署长一个人就可以只手遮天？守护路权的劳动部开始发生欺负案件，引发社会真大关心甲注意。谢义勇虽然做得停职，并且第二日回应这个欺负案件，却是互外界认为是伫推卸责任无诚意。 看到这个事件争议愈来愈大，民意代表也呼吁新任的劳动部长改革这歹习惯，希望劳动部清新的办公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长何培山落台，行政院宣布由民进党的立委洪新汉接为25就会上任。行政院长杜英泰交予洪新汉三大任务，健全劳工的职场环境。不过在也是积极洪新汉的经验报告，也有劳工团体批评洪新汉无适合做劳动部长。 劳动部霸凌案还未收线，地属劳动部长何培山上任半年就落台，这是历史上任期上短的劳动部长。行政院长杜英泰23搁再向家属表达这唔甘，嘛正式宣布由民进党立委洪新汉担任劳长，搁交付三大任务，甲遗憾化作具体行动，营造友善合理的劳动环境。真的能够健全一个友善、合理的职场。 让所有的劳工朋友能够在安全的环境当中为国家、为人民来效力。洪新汉嘛，伫面册答问，坦白讲，即摆是劳动部真艰难的时阵，着爱互社会一旦搁信任劳动部做全国劳动主管机关，搁较爱重新依据部内党人的士气，这是袂当失败的任务。既然接落来，都会尽全力。 民进党的用人逻辑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启用洪胜汉担任劳动部部长，也代表民进党真的没有人了。面对立法院磨刀霍霍，洪胜汉恐怕也不会有任何的蜜月期。这次霸凌的案件，他公开说他早就知道了，而且还传达给劳动部。 那请问他有没有紧追不放？啊，毋过在野立委拢看衰，讲洪新汉互人叫去拍火，是临时应付的。雇主协会表达强烈抗议，讲劳长变作是想官位的派任，批评洪新汉较早干那顾争取外国籍看护工的权益，颠倒用制度霸凌有长照需求的家庭。劳电是话讲应该赶紧修正这个安全卫生法。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些失能者家庭的需要啊。 我们也曾经有去拜会过他，他就撂下一句话，我都是挺义工的。若是部分区立委确定由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替补，民进党团也正肯定，讲王义川较早定列席党团会议，熟悉技术的攻防，也是一个真坚强的战力。议题的攻防上面，或者是帮执政党在这个法律的立法的相关的程序里面，我相信他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贡献。
针对选拔法在位或者的时事议题，林佑昌是讲王义川会当用较白大家听有的话语，互民众了解，做出贡献。记者综合报道。昨暗时8点40分，台南发生规模5.4的地震，深度只有7.7公里，当地有老厝受损，高铁也临时停驶。气象署是无排除阁会发生规模4.5以上的地震尾。有专家就讲，即摆地震甲家己中部的地震是相像，地下可能有破碎带。火架咧摇，物件落来。22号下暗8点40分，台南嘉义发生规模5.4的地震，地震深度顶有7.7公里，震度煞负5级遮尔悬，不少民众拢感受到强烈的摇，赶紧走去室外。刚要哄睡啊，然后它突然就晃一下，然后我们就出来了。地震响了2公里的主体，怎啊甲放起铁皮落来，3个居民撤离。因为地震的关系，本列车在此临时停车。高铁班次直接受到影响，原本高速在驶的列车减速了后停止无动，车厢内底点嘛暗来。其实礼拜5下暗为6点45分开始就地震，一直到礼拜6半暝2点45分，总共15届。气象署无排除未来几天有可能会发生余震。主要震度集中在嘉义，然后再来是嘉义啦、云林有4级。预期呢，在接下来的3天，可能还不排除有规模4.5以上的这个余震发生。气象专家郭凯文指出，一开始伊就感觉无啥对，后来检视台南连15震，其中发生礼拜5 13震，超过一半有7个有编号。伊认为甲家己中部地震的模式真相像，有能力造成在短时间内连续8个、10几个这样子的这个地震的话，表示这地下的这个构造是有一个相当破碎带存在那一边。郭凯文指出，家己中部捌伫1941年发生过7.1的强震，所以地下是有破碎带。台南这边为其他专家研究，会当知影地下有明显的河阶地形。一个地方快速抬升的话，那河流就会往下切，就会形成一个河阶。他们看到形成好几次台阶，认为说过去在历史上曾经应该有大地震发生过。郭凯文指出，11月16号到22号，就观测到台南地区出现过20个大小的地震，推测可能甲台南前缘构造有关系。会早伊观察已经超过8点钟无发生地震，研判可能趋缓，但长久来看，呼吁嘉南地区民众嘛是要做好防震准备。记者综合报道。23半暝2点多，宜兰的五吉乡出一站严重的车祸，有一台大型连接车甲轿车相撞，造成轿车内底有3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警方讲，驾驶拢无酒精反应，可能是经过路口的时无注意其他方向的来车，目前正在调查当中。监视器的画面录到透早2点外，宜兰县五吉乡五吉中路3段，一台大货车开到三兴路口，直接弄到要经过路口一台白色的小客车，小客车用弄到路边徛伫电火条啊遐，规台车密密麻麻拢变形啊！救护人员赶到位对车内甲司机甲4个乘客救出来。当时有3个人失去性命迹象，2个人重伤，分别送往罗东圣母病院甲普爱病院。急救了后，小客车的司机甲坐伫后边2个乘客不治死亡。我被吵醒。然后你下来看的时候，就我下来看，伤者好像都不太乐观。附近的民众讲，透早车的路口，车行顶敢若有闪黄灯来警示，最近常常发生车祸事故。警方初步调查，当时大货车开伫五吉中路3段要转去，经过三兴路口，甲由南往北开来白色小客车来相撞。2台车开车的人经过酒测是无酒精的反应，车祸原因也搁调查。双方于路口发生碰撞，造成唐姓驾驶及同车林姓乘客、黄姓乘客当场无生命迹象，经送医抢救后不治。另同车邱姓民众、银姓民众受伤送医，经检测双方驾驶皆无酒精反应。警方初步了解，死亡甲受伤的民众是对台北开车到宜兰找朋友，呼吁民众伫暗时开车，经过路口爱暂停，并且注意是毋是有来车再搁开，避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欧洲冰岛首都西南方的火山，无到1年的时间已经爆发7摆，涂骹阁出现3公里长的壁唇。而且高温的岩浆是拖到观光景点南湖温泉的停车场，毋但水界封锁，附近的徛家甲旅馆也拢撤离。
火红色黏滴滴、个烧滚滚的火山岩浆，一直为地底以100公里的时速喷向四周，为空中看落来，那亲像规大片的火海，空气中佫充满震动的加速味。火山岩浆伊的温度是伫700至1200度，老贵所在破坏力真惊人。冰岛上热门的观光胜地纳乌温泉传出停车场也甲一个服务中心，去互火山岩浆砍去，为着安全，即马开始关起来。我近一个总人口将近4000人的渔船，居民马拢撤去安全的所在。So it was a very rapid progression of events. We knew that the pressure in the magma chamber feeding these eruptions were about at the level where we could expect an eruption. So everyone was prepared, and all evacuations occurred smoothly. 地理位置伫北大西洋火山热点的冰岛，平均每4年至5年都会发生一届大爆发。上届激烈的一届是2010年，地属大西洋的航空交通中断几落个月。这届是雷克雅内斯半岛松兹努克火山群，较无1年的时间内第7届喷发，地表比3公里长的裂缝。虽然是安尼，火山喷发的活动甲8月份比起来有较细之数啊，航空交通并无受影响。随上一寡飞行路线经过火山喷发的天顶，才会航班的旅客刷手翕到的火山岩浆喷发的景象，佫变做新闻网站热门的影片。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24日公布，包括财政部长、住房城市发展部长、各有劳工部长等等7个新内阁的人选。其中，2018年捌访问台湾的前国务院官员黄之汉会做总统特别助理兼首席国家安全顾问。现年44岁，出身纽约广东移民家庭的黄之汉，捌伫川普第一任期担任北韩问题的特别副代表。为古世大家拢真注意关心的传金杯无后伫个朝威无赢，伫国务院出任东亚甲太平洋事务局副总卿期间，推动落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2018年，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了后，黄之汉以副总卿的身份访问台湾，出席美国商会社年饭。伊伫致辞时讲，美台关系毋是一种的交易，而是侵入伫双边共同的长久的价值。美国对过去即阵到未来会一直是台湾上界紧密的朋友甲伙伴。川普日公布一连串新政府人事名单，也包含提名避险基金发言人班森特接掌美国财政部。川普伫声明中讲，班森特一向强烈主张美国优先的议程，以协助迎接美国的黄金盛世。来稳固美国为世界领先经济体、革新甲创业中心的地位，维持美金为全球独臂货币。班森特是川普内阁头一位承认家己是同性恋的成员，甲红赛前纽约市检察官弗里曼有饲养2名的子女。伊主张税务改革甲放宽监管，特别是鼓励更加多银行贷款甲能源的生产。另外，川普也提名前职业美式卡球员托纳担任住房甲城市发展部长，是这种位置新政府名单上头一位非洲裔成员。另外，伫今年国会大选落选的奥勒冈州联邦女众议员德莫瑞被延揽出任劳工部长。公视新闻王慧本编译。这个月初，一只中国一个渔船违规驶到大量28港外10公里的海域掠鱼。渔船拒绝海巡上船检查，搁要甲人弄。海巡人员是甲渔船砸落来，罚款320万，昨也甲洗船的船长等等15个人赶出境。一个看到咱方海巡舰艇，这只中国籍渔船毋若加速逃走，搁想要冲浪，海巡人员冒险挖坑，准备上船检查。这个月初3，台中海巡队接到通报，伫台中大安溪外海9海里的海域有中国渔船越界，海巡队到场发现，这只渔船已经掠好啊，当伫双北港外海15海里航行，那要求停船接受检查，违法掠到的2档渔获，嘛拢爱全部放落海。立即鸣笛，请其停船受检。经多次广播，该船有拒检并蛇行冲撞等情形。海巡表示，因为最近是东北季风正头的季节，也为台湾海峡带来乌鱼等丰富的渔业资源，所以中国籍渔船伫秋冬越界掠鱼的情形相对较济。海巡除了甲洗船的船长等15人带回侦办，嘛依照违反台湾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重罚320万罚款。当天海象恶劣，阵风达10级，险象环生，
船上含船长等15人，该船渔获约2吨，均依法海抛。海巡表示，在确认罚款已经汇入国库了后，日嘛甲船长等15人连渔船拢管理出境，各警告袂使搁进入咱国禁限制水域作业。海巡嘛强调会加强巡守海域，确保咱方渔船的安全甲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在台协会 AIT 自2021年甲台湾的民间团体合作，培养民众有才调急救，计共有13个县市参与，超过2000个人得到急救训练证书。总统赖清德甲 AIT 处长郭立言下晡到乌来参加演练计划。赖清德是参典型医师的专业亲身白纸会带。现场哀哀叫，场面如苍苍，新北有来23无语，拄着风台甲土石流，地势严重灾情，真侪人受伤。总统赖清德抢援比起来，发挥医生的专长，动作适拍，用指挥带替伤患拔伤口。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言嘛亲身参加。受伤的民众不少。对。我看到大家都训练有素了，也就是说把伤患集中在一个地方，同时马上进行。减伤分类，那个演员做得非常像中国的人，其实让我有点紧张，看到这发生这样发生。AIT 为2021年开始，甲台湾灾难医疗队发展协会合作，举办真侪场紧急救护训练，培育个人成为第一线反应员，有急救的技能，提升社区救灾量能。3年来推广台湾13个县市偏乡，包括平湖离岛，超过2000人得到证书。郭立言表示，挽救2.0计划显示出美台伫人道援助灾难防救方面的合作，也肯定台湾是印太地区的模范。台湾总是非常大方，愿意和其他人分享相关的经验和资源。这种民间的韧性，真的可以作为印太地区的模范。赖总统表示，面对气候变迁、天灾地变，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能力保护家己稳定社区。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论成委员会，嘛是让国家更较有力量因应各种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届的全国语文竞赛，今仔日伫花莲起鼓。今仔比的是市办的读者剧场，甲往过朗读读别人写的个无同。参赛者就要组团写剧本，用母语来表演。我有法度随回答评判问的问题。有参赛者就讲，这是真有挑战性。足疼，往来做教室。是你家己要讨皮疼。老师昨毋是就有交代，讲爱穿长衫长裤啊。全国语文竞赛高中生比赛进前手提文稿赶紧练习，若因家己用过伫往来远的经验，有学生以语言甲文化做题目来论述传承台语的重要性。语言是沟通的工具尔，伫生活中捡来应用就好啊，免嫌变细。无呢，无语言就无文化，毋是干那沟通尔。二三、二四两天，教育部伫咧花莲办全国语文竞赛。第一天的比赛项目是读册剧场。教育部自111年度开始举办读册剧场，让学生组团比赛，5万学生家己用母语写稿，以剧场表演的方式，让学生讲一寡较活动生活的代志。这甲演过朗读是真无共款。学生嘛表示，像安尼嘛通了解到共演的人无共的知识甲思考。像阮遐就是有往来，嘛有真济。故事拢写内底，像咧阮学校拍的微电影，嘛有一寡较现代物件，像阮的剧本内底嘛有讲到 AI。就是阮头前迄堆是咧写妈祖婆，就是阮妈祖婆无遐尔了解，就听因咧讲话，阮嘛有咧学着妈祖婆有啥物物件。但是读册剧场无像朗读比赛，读煞就通落台。学生表演结束以后，评判先生会针对各位内容一个一个问问题。学生讲，随望表演的内容会使准备几若个月，不过现场的问答对因来讲才是真正的考验。学生嘛表示有伴通做伙讨论甲比赛，嘛互因更较有勇气开嘴用台语讲万项事。因为你可能一个人惊，唔敢一个人落去比赛，阮遮的同学就做伙徛伫舞台顶，安尼较有迄大家做伙迄信心安尼。今年全国语文竞赛，台湾台语组别的读册剧场，计共是41个学生团体参与。主办单位表示，今年要是试办每年打算要专做正式的比赛项目，嘛会建议各县市学校加强教学甲训练，希望透过读册剧场带动本土语文的学习环境。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华联报道。
台湾师范大学今仔日办一个设计予日本人学台语的课程，由来自日本学台语已经有18年的老师，用日语教济伫咧台湾的日本人台文罗马字的听讲读写。有学员本身是对台语有兴趣，也有人是因为工课需求来学。日本人，もしくは英語で日本人。为念拼音开始到写罗马字，拢是用日本话咧学台语，因为台下的学生是踮台湾生活的日本人。亲像这位由我沙华小姐本身是演员，踮台湾2年多，因为搬戏爱讲台语，家己也咧做台湾文化研究，就来报名这个台语课。我的研究就是日据时代的台湾戏剧，然后最近那个台湾的当代戏剧用台语来表演越来越多。这个课吸引40个人来报名，除了演员，佫有一寡学员是来自日本，伫台湾自己系自己补习班教册的老师。因可能伫台湾嘛生活一段时间，因嘛感觉台湾话那像真趣味，嘿，啊无大家咧笑，因拢听无吼，也是讲较深的艺术的物件，拢听无。台顶教这台语课的是来自日本教研究社会科的尤西达老师。伊自大学开始接触台湾的文化，发现台湾语言真多元，就开始学台语，到今已经18年。有关台湾的册，拢是咧讲，就是台湾民主化，即马民主化语言嘛是自由化。然后呢，既然我想要去台湾，我敢若会晓讲华语是无够。移民署统计到9月，台湾有超过16000个日本人。台师大发现这的人，则因为无晓讲台语，会减少甲台湾人交流的机会。这个设计予日本人的台语课，是台师大语文学国际化的计划之一。因希望未来通常态化举办，予更较侪有心学台语的日本人进修。记者郭文婷、君豪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19度到24度，中部地区18度到27度，南部地区20度到28度，东部地区18度到25度。高岛地区17度到23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